各位朋友，读到已经读到326啊，等于是第3部节啦。故事的尾声，当然对故事的主角来讲，迄应该是一个悲惨世界的尾声吧？敢会使安尼讲？好，我淡薄时间，我来甲迄个连接分享一下，等我一了。当然，若伫个 YouTube， 你应该是会使真紧的看到诚侪资料啦，或者是你家去找嘛，应该毋是太大的问题才对。总是我咧想讲，1984这个小说，敢若真适合来甲咱一个戏出台湾笔合来做对角对应看的，因为历史恐怖的时代是台湾过去。自1950年代开始，中国国民党来到台湾时，一直到当还袂煞。虽讲毋知政党轮替几摆啊，总是迄种市民的状态还存在啦。市民即个定义到一个所在，伊阿公阿嬷含伊的孙竟然讲无共款语言，迄除了市民社会会存在以外，代志，只是过去咱。伫台湾遮生活的人，互教做，敢毋是一种悲哀呢？我是安尼想。心肝艰苦，但是读甲袂使，所以继续来遮用台语读一寡册。当然有当阵啊拄着一寡问题的议题，听个分享交流。常常嘛是使用台语文啦吼。若有一寡人要淡薄咧拷贝，OK， 记在你的认定。也是另外人要淡薄咧拷贝，讲啥物客语原住民意啥，迄你做你去死，我来插你安尼。反正我伫我遮就是讲我的台语。你要甲即个语言或者啥物名称，我尊重你的想法看法。总是我伫遮，我就讲这是台语，我讲台语就是台语，你也免甲伊含口安尼。所以有你无认定迄做台语，迄是你的问题，毋是我的问题。我有我的认同，你有你的想法看法，我也无需要强迫你一定要甲我共款的想法看法安尼。总是，若准讲有兴趣要交流，非常欢迎。若要用名称的部分，你也免甲伊讲啥物，要摕恁的公主讲出来咧，甲伊含口啊，对吧？公主讲无叫出来甲对峙啊，对吧？所以我就讲，多含来拄好，9点40点，所以来遮读歌册。当然，即个1984要读完啦，拍算要来读黄秀老师的，咱来读读。一方面是因为。教育部伊有即个叫做临近科技我就甲以及可比讲王秀老师的作品，真做是刚才准备考试咧甲啦，所以往常课里，我对啊咧打一个物件，煞无小心，敢若打一个钉打去安尼，伊做无当，无我打，毋是我钉打，无我打，伊无用打中户就对啦，你若。忘年忘字是同款的，伊就讲，你是来你偌年，所以我一个钉打去安尼，所以我看卖有啥物物件要打，无就暂时安尼好啦。我看卖有啥物货，我倒来确认一下吼。台湾通信毋是台湾台湾版的1984这个小说，伊目前敢若有纸本的，伊无电子册，嘛无有声册。网络顶悬有不了侪资料，会使来台语文。我有推荐的即个台湾笔合，然后我就讲，都含来拄好，时间来拄好，特别时间若毋是9点钟，做伙来遮歌册。若9点进前咧，9点进前随我要想要来读即个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，嘛要我读完啦。当然我读第2届啊啦，第2届是读出声音啦，第1届是很早咧，吼，豆豆看啊，豆豆读安尼。当然。迄种读法是无读出声音的，敢若读伫咧心肝内底，吼，心肝头是安那不管。所以，我嘛甲大家讲即个，我就讲开火结姊袂输是，亲情莫计较 ，plus 师夫人的客兄。我搭咧确认，YouTube 遐我毋知袂记，我袂记有放迄个链接，我袂记。我伫故事诚精彩安尼。当然，开火结姊嘛已经算讲到尾声啦。8到尾吧，敢会使讲8到尾。59章，真是敢若47、8章哟。
就47章。好，后手的时间继续来甲读落去安尼。退休的过当年，玉兰因翁听讲是去金门出张，佮意外堵死伫瓦小径樟宜机场的海沙埔，互玉兰艰苦诚久。差一时仔就跳溪去找因翁，好伫有人甲掌着，若无就正经互阎罗王牵去做新妇啊！代志的经起甲严格有牵卡，实在是自死家去互无人机整入共款。迄天玉兰三有煮新订要去跳溪，严格轮火口煮饭洗衫的阿和的牵手。人发烧甲袂顶袂动，连续2天骹酸手软，无法度做事。煮食就用米酒来替手，洗衫就顾正老母先替一个。就毋知倒一条筋夹无按，老母拢无加话，就掀被单、垃衫衫囥伫哪，为后尾门行去溪边，就袂行骹到，远远就影着底下滩边有人伫撩溪，看着是迄款要去赴死的势面。王查某即时干哪偏落去涂骹，哪摇哪休，三花做2花，撞到玉兰的骹脊后，伸手甲伊的衫机杀掉着。2个人伫串流的水中扭扭勒勒，舞一困仔久，才退转来溪埔，坐伫石头固顶头。玉兰目屎流目屎滴，好真久才点去。王查某惊伊翻头，搁去撩溪，拢对伫身躯边陪伊。要到下日头光正炎，王查某就出招讲：溪边诚热，我带你来厝里较凉，顺续食到，好无？玉兰拢无回话，对伫尻川后同齐转来，伫客厅坐就无偌久。有听到米煮在喊，会使食饭啊！莲啊，甲文忠嘛拢挖来食到。有看到玉兰甲王查某伫讲细声话，应该是真大粒的朋友才对。嘛无人敢开嘴问王查某。哪食哪开讲的时，玉兰有讲到伊死去的翁是情报局的军官，雄雄平出嘴讲。是毋是号做杨敬辉？嘿啊！玉兰有小可惊一条，佮讲你哪会捌伊？哦，这个哪会捌伊？这个因为啊时间到吼，我就讲玉砥伤情，后会分晓。伊主要是要来读这个1984，所以时间到就等来读咱1984。好，小落来啊，咱就来往读。我可能伊昨算是读较无遐济啊，看伫电看啦，我就敢读2段吧，我可能读2段啊。小了你闹对着，你才对了后壁读安尼。大家的朋友，我毋知你有一本台文册无？我毋知1984的小说嘛，算世界名著啦吼。中文可能未限制阅读的书。册限制阅读的文本啊，这我嘛毋知，所以无参考。好来，继续读落去。这个所在无千里无，毋过无定有藏卖句，因嘛有可能互人看到，只是无重要啊，拢无重要。假使因若买，嘛会当倒落去涂骹，迄号下。迄号下，伊后用大写字就讲咧创啥呢？吼，竟然阁想到遐去，伊惊一个金肉硬正去。茱莉亚对伊的男婆全无反应，连闪嘛无咧闪。伊即马知影茱莉亚是倒位改变啦，伊面色变较黄，有一条长长的伤只，为额头连到鬢边，部分互头毛扛咧。毋过真正会改变毋是这，是伊的腰变较粗。嘛变较定甲各样，应该是硬吧？好啦，我读硬，因为我刚刚看到这字，敢要算自动翻译，我搁读一解哦。嘛变较硬甲各样，
Winston 想起有一摆火箭弹爆击了后，伊倒出来为废墟拖一身尸体出来，想袂到迄身尸足重，定壳壳，阁歹搬煞，无甲伊成人体，无甲伊成人体，阁较成石头。即马Julia身体就是即号感觉，伊的皮肤摸起来应该嘛甲以早真无共啊。Winston 想，伊无换去夹针。因为有当啊，可比讲过去相爱嘛吼，不管真诶假相爱哩，伊无换去夹针，伊嘛拢无讲话。两人翻头搁行过草埔诶时，Julia才头一摆正目甲看，影一个尔，全轻视甲气嫌。Winston 晓伊迄气嫌是单纯为着过去诶代志，也是原来有对伊较碰来诶面，甲互风直直接出来诶目油啊。因为两只铁椅啊坐落来，坐紧毋过无真活。Julia 哪想要开喙，一骹两公诶鞋啊刷几公分，调工去加一支幼手机打断。伊诶骹步敢若有变较快 ，Winston 有注意着。我先头先两步，毋知小六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我来看，个样当然就是伊异样啦。我看卖伊伊就是共伊吗？无共字，即个是应该伊啦，异中异样嘛。啊，个样的个是个人作业，个人打迄个个，就是个字。一个两个迄个个。毋是，一个两个迄个是下，或者是个人的个。顶个位迄个个。顶个月的个是个人的个，啊，个样的个是各自为政的各。毋是顶个位啊，恁个位。你哦，袂安尼讲恁各位啦，应该是安尼讲，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姊妹啦。对。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姊妹迄个个啦。好，这个阿西吼新朋友有兴趣，做伙来分享交流。来欢迎你吼。你好，请问我敢有声？有听到阿西的声是毋？阿西我无确定。是吼。我是，我应该甲你。安尼我知影 ，OK， 理解了解，真好，欢迎。因为我即摆伫外口，我无听，我想要问讲，这敢是已经到后壁，就是伊已经互掠去，就是结束的所在。是，已经3至6啊，应该是3部剧103嘛，啊3至6的第3部分到第6节就结束啊，所以我已经读到352页啊，安尼吼。OK， 好了解。OK， 好。我无对啊。无好，罔听，因为我无确定。对啊，你敢有这本册无？我印象中，我袂记住啊。反正我讲这本册钱啊。我拢不乱。真下到安尼。好，欢迎扶着买房车。你这个环境者伊敢若有互人迄个有利的动态，是。差不多第几页？对，一页对一页，一页对一页，伊处理到一页对一页，嘿。安尼真有心。是，迄阵坦白讲，我敢若是先甲伊讨着英文档，然后我才去买台文册。因为伊嘛真正，伊讲会处理即本的用分享联系，甚至因应该嘛达不时就会。实体见面聚会啊，因的成员当中，应该其中有一个，我所知应该至少林家的博士有对，啊，范氏单方辉老师嘛有对，所以因为，可讲即马周英先生，至少对我来讲，甚至对咱来讲，拢是神格，拢是先的，还是？前辈先进嘛，吼啊，当然有因的苦啊啦，啊，咱有咱的苦啊，或者是我有我的苦，你有你的苦啊呢，啊，总是反正迄阵伊即本册发表的时阵，我想着我应该是
因为伊伫面册分享嘛，因为伊原底精神申请有一个是世界大面册诶卖奖也早讲咧，吼。啊，佫有啥物？伊尾也敢若嘛有用一个，嘛敢若嘛是 podcast 啥物会，反正就是伊可能有想过主题也是安怎，听起来看开，因为伊是伫咧佫要无个。做无益个啊，翻译台文即个部分，敢若是派驻伫咧外国嘅记者票，敢若是安尼。所以伊迄个时阵，世界台敢若是会甲一寡其他国家嘅新闻，不管迄个新闻是英文、中文还是啥，伊就甲伊改写做台文，甚至嘛敢若有读念嘅，看我印象中，所以。伊处理即本小说4-5年的进程，敢若伫咧做嘛含敢袂使讲含台文有关系。反正伊迄个时阵，伊的世界台敢若就是伫咧分享，或者是甲一寡新闻改用台语文来上啊，小印象中啊，所以伊阵就是咧处理的时阵，就是。处理甲台文甲英文是一页对一页安尼，啊，所以凡是你若去伊的面册找，吼，表明讲你原来嘛是读者，啊，你有对即个英文版有兴趣，甚至迄阵我咧看的时阵，我无直接去对照英文版，啊，有个人去对照英文版的，就发觉着讲，伊英文版甲台文版的迄个段落啊，敢若有的所在无处理好势，煞甲台文版。煞甲英文版的两个段落，转伫台文版变一个段落，因为理论上，英文版的段落应该一段算独立的，啊，伊应该，不过咧看的时候，我发觉到有一寡段落嘛，我感觉奇怪就是讲，哪会伫英文版的即段落的上尾一句，煞成做台文版后一段的开头，我就。无真理解、真了解，但是我会使体会到，还是感觉到，就是讲英文甲台文的争差不哩啊大，大到讲有当阵啊，伫用英文伫咧讲的时阵，伊的一寡语句、语词，也是迄个什么，佮要咱讲的重点，伊会放咧头前，也是放咧后壁。不过伫台文的时阵，就倒摆，就讲伫英文，因可能有因的语词嘛，就讲伊的理路，因的写作的理路是安怎？不过到台文的时阵。可能会先讲原因，讲过程，然后才讲结果。啊，英文可能是先甲结果讲咧知，啊，才开始讲为什么有这个结果，后壁开始讲。所以伫读的时阵较想领，拄着一寡字，这个字词是啥时阵？等去看英文版啊，哦，可能咱看咧骨着抓，才知哦。尤其我英文无啊好，所以有一寡字拢用摇的，拢用摇的。我拄仔就在看讲352字啊，即搭遮的第4座，伊讲。伊的腰变较粗，嘛变较硬，还是较重。这我就，对我来讲，就是讲有哪重甲硬，有一个共同的意思。要毋过伫一寡语境，伊是硬还硬，重还重。要毋过伊即摆写的即字，我直觉，毋知是我叫拖去自动翻译，改翻做重。也是应该读做硬，啊，就想讲，应该来转来看伊的英文到底是啥。啊，伊处理到一页对一页的时阵，就无一定一抓对一抓啦，因为一抓对一抓，有当阵会拄着讲迄个啥。我拄仔讲的，英文甲台文迄个顺序是无相款的，啊，所以有当爱三抓做伙看，就讲哦，原来伊即三抓较是安尼。即句的三抓是才是有对应的啦，才是有对应。啊，所以我今日是要来找，是伊的腰变较粗，嘛变较重啊，较硬，啊个异样。我直觉煞大概读出各样啦。好，歹势，我先拿册啊，我毋知叫阿 C 还是 AC 吼，还是 Shirley 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尸体啊，你两个顶管。Across her forehead and temple, temple, T-E-M-P-L-E， 这字唔是庙哦，
我唔知啊。It was that her waist had grown thicker, thick 啊，所以变较高 ，and in a surprising way had stiffened, stiffened，所以这可能伊讲的，伊讲变较硬，硬甲各样，啊不硬甲异样，应该是这句。In a surprising way，就是惊啊，3年，歹势，我拄仔要，我有甲伊饲，我毋知啥物原因，还是我无饲好安尼。来，好，所以伊的原文是 It was that her waist 应该腰嘛吼，伊讲腰 had grown thicker， 变较高 ，thick 啊，就是可能较高嘛，还是较讲肥也是大颗嘛。当然，以我无够好，无好英语，就是讲我知 FAT 嘛，还是 THICK 嘛。啊，毋过我分袂出来讲到底啥物状况用这字，啥物状况用迄字，这我毋知影。所以安尼可能就变成直接查讲，咱的教典即个硬字，对无？石字旁甲迄个啥，三加五加迄个加字，到底要读硬也是定安尼？应该是安尼。因为当初啦，真正是硬有硬音嘛，啊，较有定的音，硬甲硬，所以无定的音。有伊讲我意是定啦，啊，毋过确实是硬甲硬啦。对，硬嘛，应该是安尼。好，硬，所以我是自动翻译器啊，该翻做定是自动翻译器，应该是硬。啊，当然你表达的时阵。可能会产生腔口差啦，就讲可能可比讲的，伊讲鹿港偏庄腔，因会讲停，嘛会讲圆，对无？因的迄个伊有一个第6条嘛，是即个概念。好，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3年你就安心自在、自由自在，若方便才做伙来读。安尼小六换你读过。伊若方便352啊，伊对只遐，我无读伊对哦，我刚读到迄个 Winston 去注意到啥物骹步啊变较快啊，骹步变较快是搁当你大呢，无奈骹步变较快，我毋知。行较大步吧。骹步敢若有变较快？我骹步是指。我看伊的英文是啥 ？Her feet seemed to have grown broader 呢。伊 feet 是骹啊，骹步。我知啊，骹步。伊就甲骹步的对比就是手步嘛。对。啊，手步就是可比讲，咱咧讲，大头母甲尾衫迄个距离就是一步啊，对无？一手步的迄个距离嘛。伊也毋是青春期啊，为啥会佫变因吼 broader 变佫较快？对鸡骹变阿母骹吼。因为拍断迄个手机吧，互伊的骹步看起来，就是伫Winston的眼中看到，应该是，可能是代表一种力量嘛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感觉，我感觉是安尼，伊打断迄个手机，伊甲打断，对啊，伫Winston的眼中感受到可能是伊迄骹步当变快呢。伊迄有一种力量伫遐。你会安尼感觉？因为Julia 真正就是经历过一段。Winston 毋知诶，迄个伊嘛去用形嘛，对无？去用律，去用电，去用就是有一段不哩凄惨诶，迄个岁月毋知偌久。而且伊头前佫讲伊腰变较粗，较硬较粗。较硬，还是变做查甫人嘛？
毋知啊，可能就是规个。伊就是感觉拖着尸体，拖一身尸体啊。尸体是因拄着的时阵啦，因过去就是讲有一届什么火箭弹爆进嘛，伊毋是去一个什么普罗啊区，啊因睡一间厝，啊因要去的迄个过程会拄着爆击，啊怎人去用弹死，啊就一身尸体嘛，啊身尸足重啊你。对，安尼有可能你讲的，我有接受你的讲法。啊，因为骹步就用 fit 尔，所以，请讲。好，你讲真好。我啊会学台文的时阵，因为我下啊拢唱差不多25、26个档，啊，我妈妈定有时啊，伊看着我的下啊，就讲我敢若顺的，讲大骹步，啊，我袂学台文之前，我拢一直压对迄个步是暗步的。哦。我是学台文去查才知影讲骹步是啥物。啊，过来就是可能因为就讲迄个学甲学的真差，真正是单头单尾，就是会有迄种，或者啥拄啊对立，就是我先亲老爸讲，北部讲学的时阵，咧讲即个物件是学的音的时阵，走去甲南部变学的音，啊北部咧讲学即个音的物件，走去北部变学，上明显就是讲学啊，啊到底是啥物学啊？啊蚵啊到底啥物蚵啊？无真的是即个音的状况，啊骹步可能嘛是类似安尼嘛，骹步还是骹步，可能就是有造成即种，尤其咱过去无即个机会，通好正式用台语文去学台语文，或者是用台语文去学其他的知识，拢是透过处理即种口耳相传，还是一喙传一耳，对吧？你有讲我才听有，你有讲我才有通听。我讲出来你才通知，拢无一个讲纸面的记录，所以这嘛是咱去看过去的文献，尤其白话字的文献嘛。1885年迄个什么叶牧师啊，就是伊讲白话字的理应嘛，内底就讲到这，就是讲因要信教，因要知捌道理，在过去拢爱透过口传嘛，用嘴讲嘛。若无人讲，你就无得听嘛。毋过因就是讲设即个法度，讲有白话字即种工具，你若知捌即种工具了，你就无需要一定要靠牧师，才有材料通知捌道理嘛。你若学晓白话字，你就会使直接看因的信册，看因的刊物，看因的讲教会报是啥遐的嘛。啊，所以这嘛是至少咱过去这70年。无材料享受，那总共会使讲叫做享受。无材料通知捌，无材料通基本的权利吼，真正是来讲享受。安尼咱就是爱变成爱呐，量早紧甲伊学到手，还是约转来安尼啦。这嘛是一个安怎讲？咱来去拍拼的所在，个骹步较像影就是。我细汉时，阮阿嬷嘛是讲，吼，你这大骹步，后摆可能真大张啊你。就讲，老大人有一寡经验，就看，看就讲，可能会使安怎。啊，毋过有当阵啊，总是咩讲，毋是一个科学的统计，也是经验的时阵，敢若纯粹个人的人生经验的时阵，就是有当时会颠打去嘛，对无？大骹步啊，啥。啊，无就是，敢若什么，尤其较久以早吧，就感觉讲，迄个啥，日本人打来迄个时阵，甚至阮的阿嬷因的年岁时阵，就感觉讲，妇人人族囡仔爱骹细细啊，才会好命。我咧读迄个啥，龙刀所内底嘛有一节是安尼生啊，迄个躯牙是虽然要用白骹的时阵，无爱用白，啊因厝里斗相共迄个。可能煮饭部是啥？讲啊，无爱用白，无死教是要参像阮即种歹命人咧做生意，会使用白骹是好命，你拢毋知影，袂晓珍惜吼。所以是无共时代诶，迄个状况安尼吼。歹势讲一个小问题啊，大骹步就是伊毋是讲 fit 啦，啊手可能手步嘛，啊骹步用 fit，啊我毋知手步是用啥，用 hand， 直接用 hand， 我毋知影，无确定。好来，我小了读过，3年溜去，安静自在啦吼。
伊毋是讲伊好，哦，是啊，安尼歹势，我无起来。 OK 好，无问题。好，安尼我读，我反背你啊，茱莉亚伫拄伫讲，我反背你啊。Wisdom，茱莉亚搁用气的酒甲顺，这是 SUT 顺一个。顺一个。有当时啊，茱莉亚讲，应用你无材料对抗的物件，甲你惊，这里应该是哈，恐吓，甲你吓。应该是恐吓的吓嘛。啊，当然这里吓有可能文白音也是啥。啊，而且我是伊高一里我会读做哈啦。甲你吓，你想都毋敢想的物件，你怎讲？莫甲我用去找别人，去找迄迄号像，就是伊用这嘛等于是塔书的概念，嘿，就去找某物人就对，迄号像，安尼嘿，对。去找迄号像，事后你假影迄只是讲咧，只是要叫因听，你毋是正经迄落意思，则无影拄着的是，你就是迄落意思，你感觉无别的法度通救你家己啊，你真甘愿用迄个法度自救，你则无咧插笑迄个人受啥物苦，你干那关心你家己，你干那关心你家己。Wisdom 对了后，你对迄个人感觉就拢无共啊，是伊个伊感觉就拢无共啊，敢若无别项通讲啊，风伫因薄薄的脸裤。市电铃的市，市甲车店身躯，应该是大店身躯啊。这里当然嘛有贴的音啦，对无？什么？什么？阿婆啊，吹过倒贴啊，倒贴就是贴钱嘛。啊，毋过直接是大，伊风吹落，迄个布是直接连喺身躯嘛，伊就讲大店身躯安尼。你讲继续。即时即要安怎读？即时，因感觉搁点坐伫遐，有较硬哟，确实嘛寒甲坐袂牢啊。茱莉亚讲几寡关系。副地铁车帮，副地铁车帮的话，都徛起来要行。咱爱搁见面 ，Wisdom 讲，对，茱莉亚讲，咱爱搁见面 ，Wisdom 那丢毒，那对伫茱莉亚后壁半步行一块啊，因无搁再讲话，茱莉亚毋是正经要甲。这是搬走哟，搬走啊，搬走。伊家当做涂山粉啊哟，这里中文汉字是啥物拌做拌嘛？啊，毋过搬走搬咧，还是毋是背啊？还是搬，因为这里有搬甲搬嘛，啊搬甲搬的语境嘛无相款，对无？搬走是小关家嘛？是？毋是，对我来